即碟请安静咱的心，咱要准备开始今日的敬拜，请奏乐。踮伫你的院内，这互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三甲来因圣诗俄罗上帝圣诗第26首，圣诗第26首，打阮感谢上帝，请起立。请游玩起来，用三角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
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民教，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是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续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人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院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我，上天，坐伫全能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个来教读启应文第59篇，第信息的后面1105面。启应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链哪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为了你，主啊，你的慈爱甲恩典满满伫地上。你听阮，有时阮野神，阮软正，阮惊吓，毋知要如何。但是主，你牵阮的手，甲阮三做伴，互阮的脚步稳定。帮助阮安然经过，无论是日时也是暗暝，你拢来保守阮。你的声也时时安慰着阮，互阮有够的稳定。你对阮的疼永远无改变，也是阮永远的倚靠。阮感谢而了你。主啊，阮若要为着主你赏赐互阮台湾的即块土地来祈祷。台湾目前因为政党的立场，造成国会混乱，求你保守所有的政治人物，拢会当对你来谦卑、智慧甲公义。求主引带因追求真理，真正来疼惜台湾这块土地。面对7月要举行的罢免的投票，求你互人民伫真理的引带的
做出正确的判断，互台湾会当行伫合治理正义的道路上。最后，阮也感谢你差派杜牧师伫8月份就要来南门担任阮的主任牧师，承接带领南门的教会的使命，帮助阮全教会做伙按照主所查的表来跑走。求主赐予杜牧师有够的智慧、疼心、甲气力来牧养南门的会友。也互阮全教会有合一的心，共同来参与教会事工，兴旺福音。阮相信你要成就的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暑假也要开始啊，主啊，求你保守阮教会中的细囝甲青少年，互因会当有一个快乐平安的暑假。也求你保守阮伫暑假中的时光，阮有儿童主日学的夏令营，由主来看顾所有的参加的人出入平安，或者细囝有好的学习，也会当互因伫学习中看到主你的奇妙。另外，阮嘛要办敬拜音乐会，求主互阮会当用音乐来感动人的心。将主的福音传出去，阮也要为着每一位会友的家庭来祈祷，求主互耶稣基督成做阮每一个家庭的主，也互对主来平安、喜乐、疼痛，充满伫阮每一个会友的家庭。身体欠安的，求主也来医治。阮的祈祷拢是，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基督的性命。阿门。学乐，这时青年团契要来学乐，因所要献的诗歌是：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这呢大，空也这呢宽，有你同在无忧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
生到主燃烧我，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疼痛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到主燃烧我，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到主燃烧我。感谢青年团体献诗，咱拍拍甲因鼓励一下。三个来共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2章14节到27节。第一的汉语本新约圣经第197面。哥林多前书第12章14节到27节，因为身躯毋是一体，是侪侪体。约书卡若讲，我因为毋是手，我无属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约书兄仔若讲，我因为毋是目睭。我无属伫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约书通身躯是目睭，对打落会听；若拢是耳仔，对打落会偏。若是上帝照伊的所爱，将这个体随个安排伫身躯，若百体拢送一款，就身躯伫打落。总是，那体是侪侪，也身躯是一个。目睭袂话对手讲，我无欠用你；头壳也袂话对骹讲，我无欠用恁。毋若安尼，身躯才会体看做较软正的，搁较袂无得；搁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的体。咱就装塔，互因较尊贵，也较无文雅的，咱互因搁较文雅。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独上帝调和身躯，伊有欠缺的约法，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三下，是要互百体平平三贯顾。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同快乐。恁遮个是基督的身躯，随个是做体。圣经读到遮，讲到即条咱要请张德林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恁是基督的身躯。各位兄弟平安。伫今日主日，我要用头拄咱读的圣经，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到27节，咱来想一个主题：恁是基督的身体。保罗用骹、手、目睭甲耳仔做例，讲每一个肢体拢扮演无相像的角色。有人做骹，有人做手，有人做目睭，有人做耳仔。保罗用这个例咧讲，每一个肢体拢扮演一个功能，对其他肢体是有路用的。我简单讲一个例吼，
像我即摆咧看起，就是知影讲目睭疼啦吼。啊，目睭疼，手敢有帮衬？手有帮衬啊，手去摕目睭药来点目药水啊。目睭需要手啊，骹敢有帮衬？骹嘛有帮衬啊，骹行去诊所啊，看医生安怎讲，通要来互目睭会当较紧好啊。耳仔敢有帮衬？耳仔去到医生遐时，细致听医生的解说啊，注意听医生的话啊。伊讲点对几管药啊，就点对几管药啊，一点几摆就点几摆啊。所以目睭疼，毋是干目睭咧处理即目睭的代志尔，手、脚、耳仔，拢总规身躯拢总咧帮衬即个目睭。伫教会内面嘛是相像，一个人咧艰苦，一个人咧迄落，毋是干你一个人的代志，是整人的代志。逐个人拢对即个代志拢有责任，嘛有功效。保罗用即个例吼，咧讲一项代志，就是讲。伫教会内，咱爱分工甲合一啦。因为迄个时阵的哥林多教会吼，住伫冤家的状况啦。目睭讲我无需要你骹啦，骹讲我无需要你手啦，手讲我无需要你耳仔啦。大家讲阮家己一派啦。有人讲阮保罗派，阮属保罗；有人讲阮阿波罗派，阮属阿波罗；有人讲阮彼得派，阮属彼得；有人讲阮基督派啦，恁那人名啦，我直属基督啦。保罗讲，安尼嘛是一派啦，基督派啦。你甲咱今日嘛相像啊？恁那加尼阮派啦，迄人名啦，为你讲话，迄个John Wesley人名啦。阮这拢无人名，阮直属基督。那保罗今日出来会讲，啊，迄嘛一派啦，基督派啊。下面我就分别来讲，手、骹、目睭甲耳仔，这个譬如来强调每一个肢体拢是有路用，对整个身躯来讲，拢总袂当欠缺。头一个，恁是基督的骹。1888年6月到9月。老兵团来时吼，伊重新个让土地，你假奇怪，做田做5角，税交1角，这个对古早到现在都拢安尼闪税啊，到今日嘛是安尼。我这卡电吼安尼爱偌济钱，你是要有发票也无发票的，尽量闪啦。所以老兵团来大清，查到讲你安尼闪税，就迄个官员就安尼真严苛，就甲你卡税，甲你罚。佫加上大庄有一个客人叫做刘天王，伊去互清朝一个官员叫做雷福海，这个刘天王的某，互清朝的官员雷福海奸淫。刘天王气着，怎招大庄的兵部族去杀雷福海，佮攻击附近的平安营。6月中旬，随观音山、德田、富里、地上、关山，拢总加入这个反叛的军营。到后来，阿美族嘛规个加入这个反叛的兵营，总共有5000人。这个部队袂少哦。这伫台湾史内面是一个足出名的事件吼。叛军的口号起头是讲要杀迄垃圾官雷福海，雷福海就杀死啊！这5000个部队撞来撞去，咱毋知即摆要安怎？然后有人讲安尼啦，咱换来杀汉人啦。伫清朝的时咧讲汉人，是咧指讲河洛话的人，咱即摆讲台湾话的人。我想迄阵族群的冲突一定是足大，经地也好啦，口语也好啦，彼此看袂起也好啦，拢总有啦。所以迄汉人哦，平时看咱袂起吼，咱这5000个部队招咧来拍汉人啦，拍遐讲台湾话的人啦。这个讲河洛话的人。
怎去带伫北石国今仔日玉里？啊，叛军要挟东海岸基督徒，若是有落单呢，啊，就甲因扭来讲，恁来甲阮做去拍台东。毋过东部咱咧仲有一个传道者，一个招牌的传道者，叫做黄伟仁。黄伟仁是黄德辉、黄德武的阿公啦吼。伊担心两项代志。黄伟仁是传道者吼，伊烦恼两项代志。第一，教会根本都反对台人，咱10条戒就讲毋当台死人。会友来问讲牧师啊，因迄叛军讲叫我着甲伊做去拍台东，敢通去？牧师要安怎甲演会使？演会使后摆要安怎叫伊念10条戒？所以第一个，伊讲教会根本都反对台人，要安怎甲这个青年教死？第二，假使真正甲台东拍落来，满清的迄个志愿部队一个到，这参与的兄弟要安怎？阮死的啊！嘛是死。黄伟仁想无办法，伊除了祈祷，咱做工，咱祈祷徒拄了真济代志，咱要紧爱祈祷。毋过祈祷了要这样代志，咱来想，即种我要安怎？黄伟仁做一个真好的模范，伊祈祷了，伊随起来，即阵我要安怎做？伊怎将请人来救援即款的批写2张，一张是7月初5，1888年7月初5，一张是7月初8，2张批封起来，请一个人对东部用走的，走到台南，要牵到教会公布顶头。问教会公布牵出来的时阵，会当夜到台湾各地。互因知影，阮发生即款的事。第一，为阮祈祷；第二，为阮想办法。黄伟仁就随写这2张批，嘛请一个人对东部哪行哪走。恁拢毋通想讲，迄阵有奥多摆啦，有坐飞机啦，迄拢无迄款代志啦。拢用行山路，用行用走。伊这2张批摕去到教会公布，8月未付刊，9月刊出来。教会看出来，我将伊的批吼我念互大家听。伊用台语写，我读；伊用白话字写，我甲读互大家听吼。伫6月，甘老爹，这个官员姓甘的，有甲百姓提出真残忍。对，你安尼偷税我明下要甲你，甲你发足残忍的，强迫提银，拢袂安定。百姓毋甘愿，后来无拜上帝的人，甲阿米亚会节，伫6月25日有杀老爹4人，老爹4人就是军官有杀死的啦。兵丁780人拢死，现时水尾随赢，柏州哥玉里赢，新开园赢，地上拢灭无啦，害的惨啊！毋知后来要怎样。因世俗人讲，见有汉人拢要杀死，汉人拢走去柏州哥玉里啦吼。柏州哥总带做伙，总是我定定带伫招牌礼拜堂。我若会死，嘛是上帝旨意。伫迄个看起来无希望的时阵，有一个人，咱历史毋知名。伊对东部用走的摕迄2张批，去牵伫教会公布顶头，互全台湾知影这样代志，为因祈祷，替因想办法。这是耶稣的脚，这个脚毋是普通的脚，是为信仰的脚，是耶稣的脚。到1896年，伫中华基督教病院大兰医师长期伫中华，将其真侪消息伫迄个教会公布早期拢有牵出来。我咧想这样代志，我感觉足奇怪。老兰医师
伊若要对中华行到台南，上少要行3-4天，我倒转来总共要8天。你8天都无法度看患者啊！消息是拢啥物人来摕？迄个时阵还无奥多拜，还无脚踏车，你毋知想甲遐好，是啥物人甲摕？我查出来，大社一个姓潘的基督徒，定期为教会公布摕批走落到台南，台南交因了后，才佫倒转来到中华。恁是基督的脚。咱伫历史上大概无啥写念即款的脚，但是因为有这个脚，历史才得到改变，历史才往头前继续搁咧行。因这个脚咧走的时，无咧讲，我即张脚恁着爱连名甲写落来，无。但是故事有讲，因一个是对台东一直走到教会公布。一个是讲对中华一直走到台南教会公布，这是第一个。恁是基督的脚，第二，恁是基督的目睭。哥林多前书强调兄弟姊妹，咱中间彼此需要，咱的真实活命拢对基督来。但假使咱若袂当甲其他的基督徒结连，彼此同工。亲像身体甲身体结连做一个有机的身体相像，那安尼咱就无法度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亲像目睭，目睭无法度离开身体，目睭离开身体了，目睭就无过是目睭啊啦。所以目睭伫面顶头是无价之宝，目睭若摕伫玻璃管仔顶头，迄就足奇怪啊！1971年，这这2天佫敏感起来。1971年，台湾基督长教会发表国事声明，主张尊重人权，台湾的子民有权决定台湾前途。我佫读一摆吼，迄阵讲做误国声明吼，咱迄阵是强调啥物？即摆看起来足小可的代志，台湾子民有权决定台湾前途。有人就讲，就爱两边共同决定。咱迄阵是讲爱住伫即块土地的人来决定，安尼尔。迄时安尼教会受欺负甲袂讲咧。我做学生工作吼，市敢无咧互监视。第二，1975年，阮的呼吁讲爱突破外交的困境，每一个人拢有用母语敬拜上帝的权利。伫即年，因为甲咱没收8月2圣经，所以咱讲请圣经行愿。安尼嘛是讲这个，袂咱讲安尼黑白讲遐代志。1977年政权宣言，主张促请政府互台湾成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台湾是一个国家。第三个宣言，长老教会总干事拢是高准明牧师。对伫安尼，1980年4月24日，高准明牧师封关。因毋知影，伊看三个拢出高准明牧师总干事，了做是高准明牧师发落的吼，毋是啦，这是整个是总委会去决定的啦，伊毋知咱的体制啦。高牧师就所以总干事拢有伊的名，就了做伊，就甲掠个关。探访高牧师的故事真济。下面这个故事是我印象上深的吼。探监发生真侪故事，其中一个是台湾南平啊，台湾温信林牧师专程对南部上北，伊想要探监，但是无受允准。伊安尼是对迄山顶落来到屏东到高雄坐暗车来到台北佫去到高牧师受掠所在去，讲不准看，啥啦不准看？因为你都毋亲情啊，走到遮尔远来到遮，讲不准我看，伊怎啊甲亲属讲，甲高牧师的亲情讲，恁开门的时门开甲大芳呢，入门的时动作较慢呢，我目睭影一个嘛好，这是基督的目睭。
这是我邀恁互我食，喙焦恁互我啉。我做人客，恁互我住；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里，恁来看我的目睭。第三个，恁是基督的手。每一个人拢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拢有路用，甲其他肢体连起来，这是一个完全的基督的身躯。Damien the leper。直翻就是麻风病者第面，伊生伫比利时的庄脚，25岁做神父，后来志愿去夏威夷宣教。伫夏威夷有一个岛专门收留遐泰国患者，人数约有800。第面原自本无定期伫岛上帮助因，后来决定留落来。第面甲这麻风病患者食做伙，住做伙，为着要改善岛上的生活环境，伊招募一寡收入到这个岛上照顾遐麻风病患所生的囡仔，向政府争取衫、食物、医药，伊家己做木工，为遐患者起厝。因为迄泰国患者有诶手拢烂去啊。若是有人过身，伊亲自埋葬，为因做棺木。1884年，有一天早起时，伊芳滚水无洗时，迄个滚水去烫到家己诶骹，无感觉。才知讲，我也着啊，我也着麻风病啊。迄天是主日，伊第一句诶讲章是。We lepers， 咱这麻风病者，较早是恁这麻风病者，现在是伊讲咱这麻风病者。遐麻风病者知影讲，神父嘛着麻风啊。政府知影这样代志，一定要接伊离开迄个所在。伊甲政府讲，我要治疗，我确实要治疗，不过请你拜托我一个条件，甲我治疗好。才一定阁送我倒转来。1889年4月15，伊安息伫上主的怀抱。伊到岛上第一暝无厝通住，去困到一张树仔骹。要别死的时，伊干一个危险，然后带到迄张树仔骹就好。这是真做耶稣的手的故事。伊为遐骹手无方便的人起厝做棺木。做因的手，到最后，伊嘛将伊的性命献予遐艰苦的大众。伊为这人所做，回应马太25章的条件。这个事，恁做伫这至美事的一个，就是惊医治我。第四，恁是基督的耳孔。D.D. Williams 有一句话我最爱吼，这是我新老师的新老师。细字去听，为着要做一个基督徒，也是讲为着要做一个基督徒，你着细字听。咱周围有足济声，咱甲有细字斟酌，掠一句来认真听、认真想、认真投入。听到遐，即阵敢要有声音讲，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无法度读册。咱听看卖，到今仔日。敢要个国甲国，人甲人中间的压制甲战争，迄敢是最近发生的代志。咱看了心情感觉安怎？家己一个基督徒，咱要安怎去想即款的代志？第三，咱着细致去听，伫今仔日的经济制度中间，咱有看到有人为了要买厝，派房贷真重。毋敢生囝，细字去听，为着要正做一个基督徒 ，listen carefully in order to be a Christian。D.D. Williams 讲的。亚当·史密斯最真出名，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吼，伊分工论是所有的经济原理中间上出名的一个。照伊的想法，
每一个人干做伊的份内事就好，毋免做一切的工课。做胖的人毋免车衫，车衫的人毋免烘胖。做鞋的人毋免这掠鱼，掠鱼的人毋免去提鞋啊。每一个人做伊本分的事，整个合起来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这是亚当·史密斯的名言啦吼。我认为讲，这种分工论，毋但是好的经济原则，嘛是好的基督教原则。因为这个原则将整个教会譬如做一个身体，各肢体拢爱尽伊的本分。做骹的为信仰来走，做目睭的为信仰来看，做手的为信仰来服侍他人，做耳孔的为信仰细字去听。合起来就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咱的教会需要各种恩赐的人合力推动事工，安尼咱才是一个积极的教会。咱同心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的教会，你赏赐阮这，你帮助阮。阮南门教会哪来哪听你，阮的教会哪来哪进步，阮的教会灵性也哪来哪加添。主，阮有缘感觉无够，阮需要你加添阮更较大的亏力，更较负更较大的责任，去关心无通食饭的人，去关心战争无地味的人。去关心遐个性别，抑阁是咧歧视的人；去关心台湾目前的情景，抑阁是受人恐吓的人。主，阮特别要将阮所拄着一切拢交伫你的圣手，因为你是个大权力的主，主你念你一切，恳求你伫阮的中间鼓励阮、帮助阮、激励阮，也互阮。搁较有气力进前，互阮所住的所在，真正是主你所喜爱，特别也帮助阮伫拄着这外来的引诱、外来的攻击、外来演习的恐吓的时，主互阮，主帮助阮搁较知影。阮着搁较听即块土地，帮助即个土地无受任何的苦楚，互阮住伫即顶头每一个人，拢因为是主你的囝儿，当尽阮的本分来做这的事。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继续三甲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起立。
请坐。这条要你三个来奉献，请徐玉兰执事甲陈小文执事来书献。请起立，三个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点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感谢张德林牧师今日的讲道。张牧师在退休前，除了是咱长老教会牧师以外，也是中央大学的教授。伊尤其长期伫咧大专青年的事工，非常的感心。以前嘛，捌来咱即个心灵响宴讲过吼，真受到欢迎。咱拍鼓来感谢。礼拜后，请兄弟互相来请安交谊吼，也到地下室做伙来享用爱餐。这礼拜爱餐的服侍是少年团契。下礼拜要来讲道的是潘美惠牧师。第二点，7月到9月刑事日有业的今仔日周报，欢迎来参加各团契的聚会。第三点，叶静怡团的甲神学生黄希婷因对本会的服侍，要到今日来做到一个段落。感谢因一年的协助甲付出，愿主继续祝福甲带领因未来侍奉的道路。正义，希婷。第4点甲第5点，拜三查经班、长青乐火站甲智慧手机班，第7、8月都要放暑假吼，暂停聚会，暂停聚会吼。第6点，7月到9月新安宫读经也是还袂退，会使家己当下骹的迄个招待道来退。团契消息。夫妇团契今日礼拜爱餐后12点半要伫5楼举行6月份的例会，要由这个李丽煌姐妹专题演讲节税秘籍，请兄弟有兴趣的拢来参加。大道书房甲本州
灵修默想的进度，请兄弟家己过目。咱即时要来举行平安礼，三甲来吟圣诗527首第一节，请起立。三甲来吟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咱唱2摆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帮助，甲恁众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
请坐密道闭会。